大家听我说，京城第一毒妇聂桑榆居然杀马吃肉！不是，你看看他们说的是什么鬼话啊？杀马吃肉，我没有杀马吃肉。这人是胡编乱造好吗？夫人，你小点声！你别拉我，我又没做亏心事，躲什么？夫人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京城啊有个酸文帮，哼，就是一群没正事的酸秀才凑一块儿，要么诋毁别人，要么吹嘘别人。只要你给钱，他们什么事都敢说，什么事都敢写。哦，原来是这帮人。哼，那也不能胡说八道啊！就是啊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呢。哼，挣的都是昧良心的钱，拿钱办事。拿钱办事，这里面一定有蹊跷。啊！我去打探一下。好你个酸秀才，你别拍我，我给你抓去送官！啊！京城第一毒妇聂桑榆，这就是京城第一毒妇聂桑榆。啊，他就是聂桑榆啊！我不是，就是他，不是我，就是他。哎呀，我是，但是我没有。你是京城毒妇，就是你，你就是那个京城毒妇，就是你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你们听我说，都是他搞的鬼，都是他！你给大家说清楚！打他！站住！站住！转过来。转过来。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啊？这又唱的是哪出啊？我被酸文帮给害惨了。哪个酸文帮？就是给人泼脏水的一帮家伙。我今天一到街上，所有人都在说我是京城毒妇，所有人都说我杀马吃肉。我觉得一定是林建新干的。我不就是之前让他下不来台了吗？让全城的酸秀才都来黑我，我招谁惹谁了我？既然是林建新在背后指使，那有什么证据吗？有，但是他们不会承认的。好，那我知道了。放心吧，这事我来解决。你解决？真的？说到做到。那你可得好好想办法。那些人嘴毒得很，什么脏说什么。他们也真是的，那些我根本就没做过。我是这样的人吗？我。闲人说闲话了，别听就是了啊，不然难受的就是自己。以后不许听了，知道吗？不许听了。给你一颗红珠子，心情好点了没？啊呜！没有了。我给你一颗蓝珠子，你借我抱一下。为什么那么说我？我根本就没做那些事啊！好了好了，不哭了啊。咱们做过的事，咱们不能不承认，但是这没由来的脏水，
咱们不认啊，没事了，这事我会好好解决的。穆雪，宁轩不是说帮我报仇吗？他怎么还在这儿？夫人别着急，这才过了1个晚上，侯爷就算再厉害，也得有个时间行动啊。来，他怎么说不出话来了？他哑了，哑了，真哑了。他说不出话来了，哑了。不会是宁玉轩干的吧？啊！快去查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！快去！夫人，怎么样？查清楚没有？证实了，京城里所有酸秀才嗓子在一夜之间全都哑了。什么？完了！哎呀，全完了！我就知道侯爷有办法，果不其然，这才1夜就干成这么大一件事情。什么呀？本来大家对京城毒妇的事情还将信将疑，现在酸秀才的嗓子全哑了，大家会以为是谁干的？不就明摆着告诉大家，我就是京城毒妇吗？夫人，您说的好像有些道理。那这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叫什么叫？再叫我现在就给你断了！大哥，我是开玩笑的，大哥。大哥，抱歉啊，抱歉。这怎么办呀，夫人？聂姑娘想吃肉了？是他们吗？不是吧？哎，侯爷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已经把事情办妥了。此事务必办得漂亮，让那些秀才们，酸秀才，干的龌龊勾当，在京城彻底消失。是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以为我小来啊？来的正好，我正要找你呢。你找我？什么事啊？你说你啊，一夜之间封了全城秀才的口，不就明摆着告诉大家我是京城毒妇吗？笨蛋！不，我昨天晚上是叫鬼白带了一些人前去。对啊，拜访了一下诸位秀才，但他们也将编排你的事全盘托出来，还找到了之前造谣你的证据。我连夜在整理证据，打算明天交官府。京城的酸文帮啊，也该消停了。那他们是怎么哑的呀？恶事做太多了，招供的时候一直说，把嗓子给说哑了。这样。哎呀，
不过也算是你牺牲了吧。但是能换回全城百姓不受孙文帮的荼毒，这事还是值得啊！笨蛋！你别以为你这样做我就会谢谢你啊！哼，谁稀罕？哎呀，不过还是让凌剑星给逃脱了呀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昨天那些孙文帮的人已经指认了凌剑星，但偏偏就是有一个人跳了出来，说是他冒着凌剑星之名把事情闹大的。又一个背锅的，这个凌剑星。没事，我这2天再找法子逼他现身，绝不能让害你的人逍遥法外。没错。你怎么现在对我的事这么上心啊？因为你是2品诰命夫人，怎么能受人栽赃呢？这样啊，你不会喜欢我吧？我喜欢你，我谢谢你。哎，对了，我正好有事要找你，你刚才干嘛去了？管我干嘛去？我逛街去了。不是说孙文帮讲的你无法上街，你怎么就出去了呀？我去哪儿要跟你汇报吗？你听说了吗？当朝之圣宁宇轩破庙杀人了。听说了，现在都在传呐。魔王夫妇祸乱京城，破庙杀人，流民无一生还。哎呀，太惨了！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杀人啊？真的，街头巷尾都传开了。我也听说了，他对老弱妇孺举起了屠刀。不可能吧？哎呀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街头巷尾大家都在传，都知道了。这简直就是惨绝人寰啊！那魔头夫妻祸乱京城，执政诰命背后啊，深藏惊天。谁在造谣我姐姐姐夫？给我站出来！是不是你啊？那是不是你？那就一定是你了。这姑娘，这几天议论莫玉侯的那些人早就不见影了，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啊。小姐，咱们还是先回去吧。怕什么？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得收拾他们。你要收拾谁呀？就是你在酒楼闹事啊？陶大哥，你是青云？是我呀。青云妹妹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。一别多年，你离开京城的时候还是个小女孩，如今都长成大姑娘了。陶大哥，你也还是这么的英武不凡。哦，对了，你是为我姐夫的事来的吗？是啊，我在附近巡逻，听闻有人造谣闹事，就赶过来了。这帮造谣的人真是不干正事，要是被我逮到，我非……回头再收拾他们。这些嚼舌根的造谣我还不够，现在居然欺负到宁玉轩头上。就是，你说，宁玉轩从小真的像他们所说，就是冷酷无情的？是啊。为什么呀？大夫人，怎么了，刘嬷嬷？大夫人，来，快坐。大夫人，你可千万不能相信城外的那些谣言啊！侯爷他不可能是个冷血无情的杀人凶手。侯爷从小就在这个院子长大的，那个时候的侯爷天真活泼，给这里的小猫小狗啊，甚至是花花草草
都取了可爱有趣的名字，对待我们这些下人，也是如同亲人一般。可后来，老爷过世了，侯爷受了很大的刺激，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连续几天几夜都不出来。后来终于出来了，竟然一句话也不会讲了。还有这样的事？直到过了1年多之后，侯爷才开始重新开口说话。可是没多久，老夫人又过世了。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侯爷掉眼泪。这么多年以来，侯爷他不管是遇到多大的委屈，从来不解释，就算是遇到再开心的事情，他也不会大笑。老农每次看到侯爷这样，心里都是扎心的疼。后来，自从夫人坠崖醒来后，侯爷的脸上便开始有了笑容，老奴心里也开心的不得了。原本以为侯爷的好日子就要来了，可谁成想又摊上这样的事情啊！从前，我好像确实是不太了解他。原来他小时候经历过这么多变故。刘嬷嬷，你不要担心了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出他的。一定要救救侯爷！过往的事我既往不咎了。只要你今儿把这件事办好了。这儿是200两银子，我家夫人呢想请你多写些文章，洗脱侯爷杀人的污名，宣扬他乐善好施、慈悲为怀的心肠。这事啊，不太容易。毕竟现在街头巷尾传的都是这事。不过夫人要是能加点银子的话，明白。减50两。夫人你做不做？不是你这不对。就像你刚刚所说，现在满街都在传宁宇轩杀人的事了。酸秀才可个个都等着我做这笔大生意，你不做，有的是人做。哼！我的意思，哎，再减50两。谢。第9件事，宁宇轩这个人虽然平日里板着一张臭脸，不过做得到都是一些好事。比如说这2年东南水患的问题，就是因为他的多次上奏，所以才得到了有效的治理。第10件事，每年他都会去灾区赈灾，救济灾民，发放粮食，给每一个需要救助的人提供援助。第11件事，够了吧？就这么多。我听说兵部的王大人今天晚上会在魁星楼设宴，你一定要抓紧时间，在今天晚上把这些事情都给我在魁星楼传布开来。如果这件事情办得好的话，懂了吧？包您满意。夫人，侯爷还在大牢里关着呢，咱们这是要做什么呀？这几日来，京城的百姓就有人想给侯爷祈福，咱们摆在这里，老百姓就会自发为宁宇轩上香。我们要把他的好名声传到
多礼。是。暮雪，你明天让家里负责采买的人，去跟皇宫里的采买太监多走动走动，吹吹耳边风，多说说宁玉轩有多委屈。是夫人。您对侯爷可真好。但是经过这么一折腾，咱们的银子几乎都用光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虽然他脾气是臭了点儿，但好歹也是个廉明的清官。我可不想看着奸人当道。莫玉侯，我们相信你，希望您遇难成祥。莫玉侯，我们相信你是被冤枉的，希望您早日摆脱牢狱之灾，为民请命。愿莫玉侯早日洗脱冤屈。王爷，王爷，下朝了。怎么定的？皇上大为震怒，宁玉轩已经彻底失势。最后的判决是流放海方。我问你，皇上为什么把他贬去海方？是戴罪流放，还是另有谋划？这你都看不出来？您放心，我绝不会让宁玉轩踏上海方半步。拿着。这茶泡久了会淡而无味，该换新的了。下官一定不辱使命。夫人，暮雪，怎么样？有消息了吗？鬼白说，侯爷被皇上定罪，要贬官至海方了。贬官？好啊，总算是保住性命了。海方是什么地方？海方，那个地方可神秘的很。我听人说，那里的民风特别彪悍，也有人说那里的民风特别朴实，有的人说那里街上遍地都是新奇的玩意儿。更夸张的是，有人说那里海寇盛行，有去无回，所以奴婢就担心侯爷这一趟会不会是凶多吉少啊？如此说来的话，皇上让宁玉轩去海方，恐怕是另有深意。他什么时候能回来？明日午时。明日就回来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几日他在狱中肯定也吃了不少苦头，我们明天好好给他接个风，洗洗尘。终于回来了。二夫人，这侯爷怎么还没回来呀？是啊，这时辰差不多了。是啊，再等等吧。回来了。都在哪？侯爷，你受苦了，你都瘦了，终于回来了。侯爷，侯爷是在找大夫人吧？让一下，小心！让一下，让一下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啊！小心，小心！宁玉轩回来了。李桑云，你干什么？这是我专门为你接风洗尘准备的。
让我跨火盆？哎呀，我知道这几日你在牢里吃了不少苦头，所以今天回家，你呢就跨过这个由新鲜柳木条燃烧的火盆，这样就可以去晦气了。撤下去。怎么了？我让你撤下去。哎呀，你看，你不用不好意思。啊，这一会儿燃尽了，它就不管用了，快去吧。谢谢你啊！啊！而且你得跨过去啊！奇怪，把门给我关上。你说这聂桑榆啊，我在牢里的时候还听说他干了几件好事，怎么一回家了他又开始疯疯癫癫了？我，哎呀，侯爷，您可能是误会夫人了。啊？您看那泡了柚子叶的洗脚水，是夫人专门到集市上为您挑选了最新鲜的柚子叶。以鬼白之见，夫人应该是真心想为您驱除霉气。什么柚子叶啊？切！就这柚子叶和那跨火盆，本侯一概不信。神神叨叨。出去啊！本侯要休息了。是。切！这个聂桑榆，哎呀，又放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在里面啊？柚子叶，跨火盆。服了你！海方出现茶帮的兄弟，本就已经够蹊跷，更何况聂玉轩现在又被贬官到那里，海方，我必然要走一走。既然你去意已决，我也不再说什么。路上务必多加小心。伯伯，多加保重。阿弥陀佛。处理孙文邦一事，之前因为我入狱而耽搁了，走之前务必要办妥。是。这次侯爷出狱，多亏了夫人巧用了酸文帮，给侯爷造了声势。甲之砒霜，乙之良药。处理的时候要因人而异，别以偏概全了。是。侯爷，这次咱们去海方的时间仓促，您是否要独自前行，还是？聂桑榆得罪了凌剑兴，才有了酸文帮一事。把他留在京城，着实让人不放心啊。我再想想吧。宁宇轩，好。怎么了，夫人？你为什么不跨那个火盆啊？你从牢里出来，就是要从新鲜柳木条烧过的火盆上面跨过去，这样就可以去除身上的晦气。本侯从来不信这些奇奇怪怪的事。我懒得跟你解释。等等，
干嘛？此次去海方，你随我去吧。啊？我随你去？我不去，我还要在京城开店呢。侯爷，温姨娘有事。婉儿来看看侯爷。大夫人，你也在啊？温姨娘，侯爷这遭定是受了不少苦。侯爷一心为国，皇上心里一定是清楚的。假以时日，一定会还侯爷一个公道。有事啊？婉儿听说海方潮湿闷热，真是担心侯爷一时之间会习惯不来，所以在想，要不要把婉儿也带上？最起码婉儿可以做一些合胃口的饭菜给您。对啊，哎，你可以把温姨娘带上，我就不用了。我对吃的没那么在意。侯爷，婉儿听说海方客商云集，有好多新奇玩意儿，婉儿也想去淘点好玩的。啊，而且我还听说那里的小吃特别多，而且都特别好吃，都是京城里没有的。婉儿也想去看看。真的？哎，那边真的是客商云集，而且有好多新奇的玩意儿。是啊，哇！温姨娘，那要不然我陪你一起去吧？哎，这样我们路上还可以做个伴。如此正好，侯爷和大夫人带上我，我在路上可以照顾侯爷，正好也可以陪陪大夫人。好，那婉儿先去收拾行李了，婉儿告退。愣着干嘛呀？还不去收拾行李？哎，你怎么从牢里出来的？你不知道啊？你的好名声谁给你宣扬的？你不知道啊？我费了好大心思的好吗？快点！什么呀？我钱匣子空了。给你吧，最好够数。哇，这么多啊！算是你替我挽回名声的报酬。嫌多啊？那还我。这还差不多，不需要回去。谢了啊！这个聂桑榆，怎么像换了一个人？夫人，您可真细心，还特意给温姨娘准备了防晕车的香膏。反正我又用不完，给大家再多分一份。那另一份准备的是给侯爷的吧？多嘴。哎，温姨娘，正好我正要去找你呢。这么巧啊，姐姐。我是想，咱们去海方这一路免不了舟车劳顿的，所以，来，我准备了防晕车的香膏给你，说不定能用得上。姐姐真是太有心了，不过你我二人还真是有默契啊！我也有一份薄礼要送给姐姐。什么呀？这是我娘家刚从乡下新摘的短豇豆，可新鲜了。以前婉儿最喜欢的就是我娘做的这道菜了，所以今天学着娘的样子，斗胆烧了这道菜，送给姐姐来尝尝，希望姐姐不要嫌弃。怎么会？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，收下了。多谢温姨娘。那姐姐快趁热吃，我准备给各院还有侯爷那里再送一份。好。来，快尝尝。来，尝一尝。林宇轩，行李都收拾好了。我也没什么可收拾的。哎，这个是给你的。
什么呀？防晕车的香膏，我之前也给了温姨娘一个，还剩一个，送你了。谢谢啊。第一次听说什么防晕车的香膏，奇奇怪怪。哎，这温姨娘送的吧？啊，她刚送来，还没吃呢。哦。我先走了啊。你肚子不舒服？哦，有一点，不过你还得感谢我呢。要不是我肚子不舒服，这会儿该肚子疼的就是你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之前我在路上碰到了温姨娘，她做了一盘豇豆，不过她说她第一次做没有经验，啊，我就帮她试吃了一下，但是好像没做熟。我想这回应该没问题了。你试试看。没熟的豇豆，你吃了多少？没吃几口啊。哎，人家真的挺有心的，你吃吃看。你快回去躺着，我找大夫来看。啊，没事儿。这么紧张。走了啊。你吃啊。侯爷，明天一大早就要启程了，你怎么还没有睡下呀？先坐吧。婉儿正准备要睡下，但是婉儿听到侯爷的召唤，就马上过来了。侯爷喝茶。看样子，你已经准备好了。婉儿准备了一些京城的名小吃，还准备了在路上会用到的药，还亲自为侯爷绣了一件轻薄的长衫。既然明天要出发了，今天晚上一定要注意饮食，特别是不熟的豇豆。有劳侯爷操心了，婉儿今天吃的很清淡。不熟的豇豆有毒，你知道吧？婉儿未曾听说啊。婉儿今天还亲自为大夫人送去了我自己做的豇豆，难道大夫人她……侯爷，是婉儿犯错了，婉儿真的不知道吃了不熟的豇豆会中毒。大夫人对婉儿那么好，还说要带婉儿去海坊，我怎么可能做不利于大夫人的事情？坐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是有心还是无意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侯爷这是何意？婉儿不是故意的。婉婉，我知道你在出嫁前，甚至更早之前受了很大的委屈，但一个人的委屈不应该是这样来发泄的，你明白吗？侯爷，婉儿这条命是你救下的，没有你，婉儿连活下去的勇气都不会有。侯爷，你就是婉儿的全部。侯爷，没有谁会是谁的全部。你别在这儿哭了，这回你先留在京城，好好想想该过一个怎样的人生。聂桑榆已经不是从前的他了，自从他坠崖醒来之后，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。那你呢？是不是也该适可而止了？侯爷，这一切都是误会，婉儿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侯爷，求求你相信我。明天就要出发了，我休息了，你也先回去吧。婉儿会在京城时时为侯爷祈福。
保佑侯爷平安。婉儿先告退了。聂桑于失忆后竟如此没有防备，我还是去提醒他一下。都轻点啊！哎，来，这个放这儿，对，哎，放这儿，慢点啊！鬼白，怎么样了？侯爷，都备好了。夫人的东西都准备妥当了。默许送来的2个箱子都已经装好了，其他的，大夫人说她要自己拿。自己拿？对啊，重要的东西我都要自己拿。随你。刘管家，本侯不在这些日子里，一切就拜托你了。放心吧，侯爷。侯爷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该启程了。大夫人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。你放心，有时间的话我会给你写信的。夫人，出发吧。那我走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侯爷，等一下，婉儿。听说海坊潮湿闷热，特地为侯爷准备了一张草席，希望侯爷在海坊能够照顾好自己。婉儿人在京城，也一定会每天吃斋念佛，为你祈福的。侯爷，婉儿真的知道错了，请你原谅我吧。这些话，你该对大夫人说。大夫人，之前是婉儿做错了，是我被朱佑蒙了心，请大夫人原谅婉儿，收下这张草席。算了，你自己留着吧。谢大夫人不怪罪婉儿，大夫人慢走，注意安全啊。老爷，你回来了！老爷，我都想死你了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你看我都瘦了，你不在我吃不好睡不好。老爷，你吃的好吗？玩的好吗？啊！桑葚啊，桑葚！我出海3个月，小姐借口在海坊游玩，你却告诉我说她早在2个月之前就离开了海坊，她去哪儿了？老爷，小姐去京城，去找。说呀！老爷，小姐去京城找心上人了。心上人？哎呦！
荒唐！不行，我要立刻出发，前往京城。是。这些都是谁准备的？太贴心了吧！是刘管家，我一猜就是，一定要给人家加月银啊！好，我知道了。看什么呢？我在看关于海方的一些资料。有什么好玩的？说来听听。海方原来是个小渔村，人烟稀少。以前呢是作为海寇用来兜售抢夺来的财物的。后来聚集的商人多了，他们就干脆凑钱建了一处私港。这些年才逐渐演变成了海外商人用来兜售货物的集散之所。海寇建的集市？那朝廷不管吗？管不了。上任了3任县令，全都离奇死亡。虎狼之地说的可能就是这儿吧。3任县令都离奇死亡。在这儿当官都不得好死啊！是不是后悔跟我来这儿了呀？哼，笑话！我来海方之前也做了一番了解。哎，你听一听嘛。那你说来听听。海方当地最有名的就是西式的里脊烧鸡，还有腰酥前牛肉、宋母嫂炖肉干饭啊，蔡记的鹌鹑羹也好好吃，还有荷叶肉汤圆。这就是你做的功课？不止海方，这一趟沿路有哪些美食，我都已经查清楚了，保证你跟着我有肉吃。哎，鬼白，是不是马上到积水城了？是。我跟你说啊，那儿的干饭特别好吃，还有曹州的牛。跟他共事这么多年，他是个什么样的对手，我还能不了解吗？皇上贬他去海方，他一定是查到了什么。宁玉轩只带了几个随从，趁他防守弱，路上解决了他。是。宁轩，哎，能不能停停歇歇？喂，赶路还是赶命？去海方路途遥远，耽误不得。你没睡着啊？吓死我了！侯爷，驿站到了。到啦。鬼白，麻烦夫人去跟驿丞报备，申领下住房。干嘛我去？鬼白去就行。小人来做就好。鬼白不行，这事只有夫人能办。为什么只有我可以啊？夫人有诰命在身，申领的房间自然好些。哎呀，
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带我出来的吧？是夫人说的，你关节比我大，关节越大，申领的房间越好。我为什么不利用啊？你以为我会信吗？你宁玉轩在乎这点蝇头小利吗？说吧，还有什么原因？的确是有别的原因。我就知道，你是不是觉得带我这个诰命夫人出来特别有面子啊？我是怕把你留在宁府，你把宁府给我拆了。我好，你把猪走吧。凭什么呀？是你求我带你来的。好，我这就去给你要一间上等的房间。墨雪，麻烦夫人了。住店。夫人。来。要一间柴房。不太好吧？那有什么不好的？好。说好。夫人，给您。谢啦。办好了。我住哪间？你睡柴房，我睡天字号。我为什么要住柴房呢？人家奕成说了，说诰命的身份我只能自用，不能回击家眷，我也没办法。而且2品诰命睡的就是天字号，7品县令睡的就是柴房。你自己想办法啊。没什么想说的吗？没有啊。这个宁玉轩居然没来跟我争房。好久没跟他们聊天了。侯爷，属下刚才带人在客栈转了一圈，没什么异常。再查，林剑星绝不会放过这次机会。这一路上不会太平的。是。好久没见这么多星星了。跟你们讲啊，最近我遇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人，还有好多奇奇怪怪的事，还有个特别讨厌的人。宁执政，亏得你娶了一个好夫人呐！现在满京城的人都知道你宁家世代忠良，而莫玉侯却被人陷害。现在为你燃香请愿的百姓们，快把朕的宫门都给堵上了！臣惶恐，夫人一向喜爱胡闹，臣
必定严加管教。也亏得你娶了那么好的一个夫人，倒是替朕解决了这个难题啊，为朕放了你，找了个理由。起来吧，上前。朕知道你是被人诬陷的，但是你知道此事是何人所为啊？臣已调查，所有疑点全都指向海方。到底是没有看错你啊！海方一隅，历来都是海外商人前往中原经商的必经之地。当年先皇在海方设立县制失败，而当地的商人匪徒勾结一气，几乎把海方变成了他们称王称霸的地方。而朕派往那里的官吏们，不是和他们沆瀣一气，便是离奇死亡。海方乃是谭王之所，臣愿请命前去海方。朕果然没有看错你，你此次前往海方，替朕把海方管理起来，一定要把这块地方划为朝廷直辖，也好为日后整顿税赋做个表率。你先行教化，海方日后必定是一个有大发展的地方，而朕也有理由把你再调回京中。臣领旨。这次去海方形势险峻，希望爹能够保佑我找到查帮余孽，我一定会帮你报仇，还世间一个太平，告慰你的在天之灵。不过马上就要到一个新的地方了，希望到这个新的地方一切都会不一样吧，把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情都忘掉。你说如果……你怎么来了？我随便走走啊。你在这儿干嘛呢？随便走走。要是换柴房，可没人跟你换啊。看来明天又是一个好天气啊，星星这么亮。你还懂这些呢？你不信啊？你不信，明天就看着，看我说的对不对？哎，宁轩，你看那颗星星，最亮的那颗，知道叫什么吗？叫什么呀？不知道吧？叫参宿。它每天啊都会固定出现在那儿。我之前在侯府也见过，不过没有这么亮啊。哦，而且，其实，在它的对面呢，还有一颗遥相呼应的，叫做商宿。这两颗星星是永远都不会见面的，此消彼陌。每次他们两个出现的时候，你就会通过他们的位置，还有他们出现的时辰，判断明天的天气以及现在的时辰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你什么时候学会的观星啊？这不简单吗？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学会的，反正突然就从我脑子里蹦出来了。而且，就是看看方位呀，看看时辰啊，这些都挺简单的嘛，没什么难的。那你脑子里还有没有蹦出点别的什么？什么别的？比如过去的记忆。没有。反正他们说我之前做过的那些事情，我什么都不记得。没朋友就没朋友呗，我还有星星，星星就是我的朋友。哎，我再跟你说个秘密啊，
其实以前我经常会偷偷跑出来跟星星聊天的。和星星聊天啊？对啊。借我肩膀用一下。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之前有人告诉过我，每一个地上逝去的人都会变成天上的星星，然后他们就会在天上注视着我们，保佑着我们。他们真的会变成星星吗？对啊，而且啊，你在想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也在想你。他们对我们的爱从来都没有离开过，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，在疼爱着我们，保护着我们。哎，你有没有疼爱的人？有没有想念的人？谢了。什么？没什么。